是一条普通的溪水，它从大山深处款款流来。这是一条奇特的溪水，充满着大山的灵性。它流出过王羲之，流出过谢灵运，它把千年风流镶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浙江东部的这条清澈的善溪，日复一日，默默地流淌着，流淌着。月山青哎，月山青哎。月水长流月山青，相映一却梦魂萦。人生百年惜百年，重回首，本惜花春秋。月水长流月山青，几代红绫几代情。人生有涯亦无涯，为花发桃李满天下。人生有涯亦无涯，人生有涯亦无涯，桃李满天下，满天下。一步，两步，三步，步步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沉重，然而又是那样的坚定。一天，一月，一年，岁月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无情，然而又是那样的公正。70年人生，风风雨雨，50在舞台，悲悲喜喜。舞台是他的生活，舞台是他的生命，舞台是他的全部世界。人老了，身残了，嗓子沙了，他无法改变大自然的规律，可同样，大自然也无法磨灭他热爱舞台的痴情。他依然站在这个舞台上，
用生命的余晖去照亮这个有限而又无限的空间。1919年12月1日，他出生在浙江新昌西门外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贫穷小山村里。家乡的青山绿水虽然无法改变他的贫困，但却以天地的钟灵毓秀哺育了他的灵魂，浸润着他美丽善良的心灵。他10岁学戏，14岁出科，16岁专攻小生，20岁就像一朵小花蕾，在上海越剧舞台上初绽花斑了。凭着天资聪颖，更凭着刻苦勤奋，他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文能唱作孽，武能翻打跌。除了本行生角，他还能演花旦戏，能演丑角戏，能演武生戏，能演老生戏，甚至连黑脸包公他都能演得活灵活现。一个艺术家能有如此丰富的艺术语言，能包容如此博大的表演宽度，足见他对社会和艺术的深湛理解和独到体验。不仅如此，他还从越剧男班小生和京昆名角于振飞、叶盛兰等的表演艺术中吸取养料，悉心钻研，不断实践。1940年秋，就在上海挂了头牌。他爱桂花，桂花傲秋风而开放，留清香在人间。在他看来，这正象征着傲岸不羁的人格。他把原名尹喜花改为尹桂芳，以表明心志。他经常接触电影、话剧，新文艺的现实主义方法使他对旧越剧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欲望。1942年，当袁雪芬倡导越剧改革时，他便积极响应并投身其中。他请来了洪英、韩毅、兰流、徐进等同仁担任编导，在龙门大戏院演出了《云破月圆》《沙漠王子》等一大批志在改革的新戏。以他为首的芳华对越剧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为了争取越剧的社会地位，他又毅然放弃了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拍摄电影《风流王孙》的机会，投身到越剧十姐妹的行列，参加了著名的《山河恋》大义演。当义演受到阻碍时，他又和袁雪芬一起与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袁雪芬至今还说：“我永远忘不了尹大姐所做的一切。”尹桂芳钟情于艺术，艺术也没有辜负了她。在不断的学习、改革和实践下，她的唱腔和表演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尹派艺术，被上海越剧观众公认为越剧皇帝。莫
小巷头早上把父母叫一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茶，粉蔬菜要桌上放。第一碗白香红灯天堂肉，第二碗有点鱼肉破皮香，第三碗香橙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锅炒千张，第五碗姜烧葡萄浓又浓，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他的唱腔自形成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风靡乐坛，传唱不绝。在粤剧界演小生者中，学引腔的为数最多。所谓十声九引，就很形象地道出了他对人们难以抵挡的诱惑。尹派唱腔韵味醇厚，淳朴隽永，低回流畅。起腔是尹派曲调的一大特色，他的起腔与众不同，感情深沉，特别柔和。娘子，娘子。妹妹变速也是尹派唱腔的一大特色。尹桂芳常用几十句乃至100多句大段叙述性轻板，通过速度节奏的不断变化，逐层推进，以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在大段唱腔中进行的层次性结构布局，打破了粤剧唱腔4平8稳的状态，显示了他独到的功力。得到黑人样样名，大武人家叫孙明，明镜要随无良民，中等人家叫孙明，白肉白买没点心，贫穷人家叫孙明，不要银子分二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还要送礼金，到天洞的24分，送给小儿马高兴。尹桂芳的表演讲究手眼身法步的和谐运用，演技精湛优美，潇洒细腻。他还特别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他主演的《屈原》获表演、音乐和剧本3项1等奖。他在该剧中一扫粤剧小生的脂粉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饱经忧患却始终矢志不渝的封建士大夫形象。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尹桂芳没有为我们留下影视资料。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她在身体致残尚未康复的情况下的忠良无才。
问是贵人之事，不要吗？万物走些什么应有于天堂？看人死，害怕颠倒，无是非。问问我梦一场，一样为因，因为呀逢往事既往往，君不见，却愿花宝高在四无上。为我不能治国民，分家邦，举目看天地愿望，玉帝红花，恨苍天，公道在红方，在红方。苍天，苍天，你伟大，你伟大呀！天瓦风雨，红衣人，一番人，一本领。为爱民，喜君奉把我命令你，替我把真人利用，不太牛鬼做人，妖魔鬼怪，让非所走他将二等一起。夜日里间才撇9天，怕光顺顺变化万千，须知黑暗撇开。明儿来攻，击破灰幕，震耳轰隆，威力无穷。霹雳的声，建立起功，有就精灵替我下令，举目翱翔，来生喜眼光顺顺是金，烧尽人间罪恶，做我如春节。1959年，为了支援福建前线，尹桂芳放弃了上海优越的演出条件和生活环境，率芳华越剧团到福建安家落户。在那里，他演出了《谈妻索妻》《红楼梦》《
和现代戏江姐等剧目。他像个垦荒者，把粤剧的种子撒向东南沿海的闽方言区，为粤剧走向全国又争得了一个艺术空间。这样一位在艺术上和人格上都值得称道的好人，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劫难。他终于积愤成疾，半身瘫痪。他失去了健康的双腿，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潇洒自如地表演了。有什么比一个表演艺术家失去表演能力更痛苦的呢？然而，他并没有倒下，他那醉人的唱腔依然像一束金桂，向大地，向长空，透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不来子了，不来子了。
人把平添，我为你是醉里梦里长相念。他用一拍到童话化作烟，总以为美梦姻缘一线牵，想不到林妹妹变人报贼恰原来你被逼死，我被压苦。王不隆中，多是我还世上风到无上气，必怕你美。娘子我与你一比三月十三千，我为妾梦上苦思情，关心娘子恩情重，今日里化作德行从那雨水，娘子啊，从今日天长地久成夫妻，娘要思绪今上一杯万醉。到底是什么力量，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对尹桂芳的声腔艺术表现出这种如痴如醉的偏爱？也许我们会发现，正是她那低回轻吟、淡泊自许的韵味儿，抚慰了一颗颗苦难的心灵，熨平了一道道人生的疤痕。
当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得太累时，他一定会喜爱上尹桂芳的歌唱，因为他从本质上歌唱着人生的美丽，歌唱着生命的艰难与倔强。他的歌唱让人体验到一股汩汩不绝的生命之源，它渲染的正是那人世间最圣洁和最温馨的同情之心。他的歌唱是一支生命的绝唱。他没有孩子，可他并不孤独，他有众多的学生，一朝一夕，一板一眼，一个接一个，一代传一代。他像春蚕吐丝，像红烛焚身，把自己的生命化为温暖，化为光亮，去滋润后来者。尹小芳、赵志刚、毛微涛、萧雅，一大批尹派传人似雨后春笋脱颖而出。这是
小龙潭水长流，是为了汇入大海，获得永生。桂花默默地芬芳，是为了把生命化作馨香，长留人间。50年前，他从这儿起步，他身后留下的是一条闪光的痕迹。如今，这堵残墙成为一个神圣的祭坛，他把50年的奋斗升华成一种力量，凝聚为一种价值。人生还有比这更高的意义吗？这是历史，历史在舞台上；这是人生，人生在戏剧中。戏剧演人生。